乌克兰表示要收回国土，罗西亚失去优势，轰炸扎波罗热。美国总统拜登警告，若普京起俩讲，真有可能会动用核武器。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结果出来，由白罗斯的人权导师甲罗西亚、乌克兰的两个人权组织做伙得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针对中国侵害人权的辩论动议无过，人权团体表示失望。中国说是讲是发展中国家声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薇，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新闻的头一站要带大家来去墨西哥。墨西哥的西南部城市发生严重的枪杀案，凶手是撞入去市政厅开枪，包含市长在内有20个人死亡。警方初步是认为讲，这个凶手的动机甲乌道的纠纷是有关系，无排除是卖毒的财路受人主动才犯案。另外，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某一个查甫人，当头白日伫街仔落夜倒甲人扑，2个人死亡，6个人重伤。遭到攻击的市政厅外壁拢是枪支坑，入口所在拢真侪枪支壳。墨西哥西南部城市圣米格尔托托拉潘当地时间5月下晡发生大规模枪击案，凶手冲入市政厅扫射，包含市长、市府的职员甲警察拢因此无害。市长的老爸，也就是前任市长，上发现伫厝内底无实在身亡。时间点伫这个枪击案发生偌久进前。Nosotros aquí estamos viviendo una cosa fea, espantosa, y toda la gente está espantada. 这个意外总计夺走20条人命，警方初步判定凶手是当地进入恶名的黑帮。El evento se da en el contexto de la disputa criminal entre grupos delictivos. 案发所在地格雷罗州是墨西哥海洛因毒品的生产甲贩卖中心，当地黑帮为了争夺毒品的好利润，定来传出暴力的冲突。这摆攻击市政厅的黑帮，过去也捌威胁当地行政首长。事件发生了后，当局已经派军队去镇住。另外，伫美国的旧城拉斯维加斯也发生惊人的夜盗攻击案，地点伫一间教场的附近。Of the 8 victims, unfortunately and very tragically, 2 of them have passed. There are 3 others that are in critical condition. 根据看到人的讲法指出，犯案查甫人讲家己是总破西，提一支菜刀，要求甲轿城大道上专门甲游客翕相的表演的查甫人来翕相，互拘捕了后就大开杀戒。死伤的人包含在地民众甲游客。嫌犯后来互警方抓起来，警方讲伊大约30多岁，是西班牙族的，敢若毋是当地民众。真实的身份甲行凶动机也调查。国视新闻张惠敏编译。泰国长茂幼儿园发生枪杀案，至少有37个人死亡，其中包含23个幼囡仔。相关单位今日已经开始验尸，加上是要求法律要对类似的代志判较重的抬价架高，莫阁互类似的悲剧搁再发生。泰国的总理府今日是降半旗哀悼，泰王伊个亲身慰问家属。抗囝尸体的细卡观察有粉红色有白色，照顺序运到首府的病院停尸间，准备进行验尸。因为观察伤济，会暂放伫病院的走廊。伫幼儿园等待家属哭甲目眶红，话拢硬去，手里阁摕囡仔喜意的玩具，手机内底囡仔笑甲真欢喜。这么细汉的囡仔早起出门都无法度返厝，这种情形谁嘛无法度接受。龙摩兰普府成立离送中心，向罹难者献花。心碎的父母哪哭哪送囡仔白色的玫瑰花，排几排的花蕊，每一蕊拢代表一个囡仔。悲伤的气氛，互人看到真唔甘。这间幼儿园找人，一个27个34岁前警官早倒枪走入去，沿路甲老师开枪，煞来冲入去教室。除了开枪，嘛用刀啊、轻弓刺杀当伫困斗的24个细汉囡仔。BBC 报道，敢若一个囡仔也活哩。这间幼儿园拢总照顾92个囡仔。案发迄天，因为天气无好，甲校车故障，所以敢若24个囡仔在场。若无死伤，可能更较严重。死者包括一个有心8个月的老师，互人问起幼儿园是毋是有安全疏失，家属认为是凶手的问题。สถานที่ตรงไหนเขาก็คือเป็นเจ้าหน้าที่เขาก็เตรียมตัวมาดีอยู่แล้วว่าเขาต้องทำอยู่แล้ว。凶手因为持有一级毒品，互人尸体，初次都要宣判。无想到前一天，伊去因兜附近囡仔读册的幼儿园大开杀戒。返厝的半路，伊阁随机枪杀过路人，所来抬家后甲2岁的后生，到尾自杀死亡。家属也痛心，呼吁爱加重刑罚，因为性命无法度定来。อยากให้กฎหมายออกกฎหมายเคร่งครัดกว่านี้หน่อยค่ะ 泰
泰国副总理兼公共卫生部长安努廷初7透早就到案发当地病院去探视伤患甲家属。曼谷的总理府嘛降半旗，哀悼这件史上严重的枪击事件。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10月11日观光旅游的补助起稿，一个人一暗上济补助11000块一票，嘛开放自由行入境。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政府的高层表示，若是北韩试验核武器，南韩有可能会废止2018年甲北韩签的军事协议，扩大实弹射击区来反制。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的天然气进口受到战争影响，因为寒人有可能会断电，会提出尖峰时间加强配合省电补助。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将签署行政命令，赦免因为持有大麻去封关的民众，预估会赦免超过6500人。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总统拜登7月访问沙烏地阿拉伯，互人认为讲是要参详加生产石油。不过，石油的输出国组织当初是宣布减产，拜登出访的效果受到质疑。罗西亚透过公道食乌克兰的土地了后，乌克兰是拼死要收回国土，而且攻势阁真旺。不只是南边的赫尔松已经收500平方公里转来，南部的战区的战况嘛真顺。就有媒体刊出一张相片，是乌克兰的军队伫咧卢山斯克亚国旗比翼的相片，代表讲乌军是真有可能已经反攻到卢甘斯克。罗西亚国防部嘛证实，已经撤离东部的重要据点利曼。和罗西亚占据的4区当中，有3区已经传出乌军反攻的消息。即阵罗西亚开始强攻扎波罗热大轰炸，造成死伤佮引发大火。因为扎波罗热有核电厂，炮火恐惊造成全人类的危机。国际能源署能源总署就表示讲，绝对会确保核电厂的安全。将俄罗斯的国旗带来，重新挂乌克兰的国旗。乌军伫咧哈尔松地区的反攻进展正顺利，伫差不多完全收复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地区了后，10个月无到1礼拜时間，就重新夺回哈尔松大面積嘅領土。Тільки за час від 1 жовтня і тільки на Херсонщині від російського псевдореферендуму було звільнено і стабілізовано понад 5000 квадратних кілометрів території і десятки населених пунктів. 烏克蘭軍方一直傳出好消息，俄軍是對共款佇咧冰墩區域內面，不過還未完全控制扎波羅熱展開猛烈的攻擊。澤倫斯基指控俄軍對扎波羅熱發動2波攻擊，造成平民死傷。一個真濟命體損害，更加引發大規模嘅火災。Є жертви, загиблі і поранені люди, спалені будинки. У Запоріжжі після першого ракетного удару сьогодні, коли люди прийшли, щоб розібрати завали, Росія завдала другий ракетний удар. Абсолютна підлість, абсолютне зло. 國際原子能總署署長格羅西隨日去基輔訪問時陣講，扎波羅熱核電廠應該被看作是烏克蘭所有。IAEA 也講，未撤出扎波羅熱核電廠，絕對會確保核電廠嘅安全。The IAEA is not moving. We are going to stay there. We are operating as we speak. We are operating a rotation. So the current team is going to be replaced with a fresh team. So we are staying there. 因那第一屆歐洲政治共同體峰會正伫咧捷克的首都布拉格舉行。除了歐盟的成員國家領袖以外，已經脫歐的英國加幾多個等台要加入歐盟的國家的領袖，攏參加峰會。參加的領袖們對俄戰爭加能源危機進行討論，也看出俄羅斯伫咧歐洲的處境是愈來愈孤立。公司新聞張偉林編輯。因为烏克蘭的攻勢當旺，羅西亞的戰術是受到阻礙。美國總統拜登就警告講，羅西亞總統普京真有可能會起掠攻，動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加。這也是全世界自1962年古巴危機了後，面臨上界大核武器毀滅世界危機。拜登總統拜六佇紐約一場民主黨募款活動，以強烈的阿馬加頓世界末日來講到當前的核武風險。伊講家己真了解普京。當普京講要動用戰術核武，也是生化武器時，唔是佇個軍耍笑，因為伊的軍隊佇烏克蘭表現真歹，精神若是個安尼發展落去，會正是1962年古巴的導彈危機以來，世界頭一擺面臨核戰引發的末日的危機。
тем, кто позволяет себе такие заявления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хочу напомнить, что наша страна также располагает различны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поражения, а по отдельным компонентам и более современными, чем у стран НАТО. И при угрозе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й целостност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для защиты России и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мы, безусловно, используем все имеющиеся в нашем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средства. 专家认为，俄罗斯就算安尼做，可能是小规模的建设协部的攻击。不过，拜登警告，也是可能引发更加大范围的冲突，难以避免是两败俱伤，所引发的末日的决战。美方正在找可能的外交出路，看有什么方法，让普京会使保住民主，佮保住执政的权威。 But we see no signs that would cause us to alter our posture in terms of the nuclear peace. 不过，外力讲话上惊人，对拜登的做手甲、国安官员、甲国防院监管甲大楼立场更加谨慎，讲美方认真看待核武的威胁，正考虑安怎应对这稳重的可能性。不过，至今无发现俄罗斯的核武立场有任何变化，现阶段也看不出俄军有准备动用核武的迹象。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 暗头5点的时阵，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结果已经公布啊，是由一个白罗斯的人权导师，佮有罗西亚甲乌克兰的2个人权组织做伙得奖。This year's Peace Prize is awarded to human rights advocate Ales Bialyatsky from Belarus. The Russian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Memorial and the Ukrainian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Center for Civil Liberties. 这届得奖者拢是长期提倡人民有批评当权者的权利，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嘛展示民间组织对和平民主的重要性。比亚利亚茨基2020年因为参加反政府示威，和白罗斯的政府关交打。 罗西亚人权组织纪念，伫咧前苏联解体了后，成做罗西亚上大的人权团体，长期维护受到政治迫害受害者。乌克兰的公民自由中心鼓励乌克兰走向民主体制。今年爆发战争了后，嘛要接收集罗西亚战争罪证据。全世界有侪冲突，今日是带大家来看中国新疆的困境。新疆伫咧中国的西北部，甲其他国家相接。 新疆上界侪是维吾尔族人，多数信仰伊斯兰教。对种族甲信仰来看，就当知影讲，甲中国的主流汉人文化是真无同。两个民族是时常的起冲突。上界严重的就是2009年的青俄事件，维吾尔族的工人互人打压相拍，煞脱烧甲成做两个民族的对立。青俄事件嘛间接，互中国当局有理由讲要成立生产建设兵团，也是乌来查落讲，互人发现。 关押超过100万维吾尔族人，有真侪可行的新疆再教育营。因为信仰无同，中国甚至是互指控讲毁掉9万座的清真寺，搁送维吾尔族人去做苦力。美国是大声认定中国这款行为是种族灭绝，有侪个国家制裁中国。不过中国是将来都有理由甲家己的行为讲甲合情合理。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当时表决讲，看敢要针对中国侵害人权来辩论。不过投票的结果却是17票赞成，19票反对，无通过。美国甲人权团体拢表示讲真失望，中国却是搁嚣牌讲这是发展中国家的胜利。联合国人权办公室8月底公布报告，指出新疆存在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规模可能相当危害人类罪。西方国家要求重视维吾尔人遭到迫害议题，不过人权理事会伫入日晚时间初六对着相关的议题提出辩论的动机，投票的结果遭到否决。La decisión, el resultado de la votación es 17 votos a favor, 19 votos en contra, 11 abstenciones. Por lo tanto, el proyecto de decisión L6 queda rechazado. 包含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也有立陶宛这国家投下赞成票。中国、古巴、卡达加、非洲这国家投下反对票。乌克兰、印度这国家是弃权。这是人权理事会12年以来第2摆有动议被驳回。今天他们针对中国，明天他们就会针对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代表伫投票进前强调，维吾尔人的人权议题是西方国家的政治的操弄。投票了后，这个宣称这是发展中国家的胜利。美国是反击任何国家拢无免有被检视人权的权利。No country represented here today has a perfect human rights record. No country, no matter how powerful, should be excluded from Council discussions. This includes my countr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include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切到投票结果明显互欧美国家失望，因反倒讲，伫中国影响力侵权的情况下，联合国失去仲裁人权问题的能力。维吾尔这人权团体是批评考题。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美国总统拜登将是宣布特赦，但是因为持有大麻，就去互判罪犯人，预计会有6500人特赦。拜登是表示，真侪州大麻拢已经合法啦，因为持有大麻就相关的联邦法律已经过时啊。佮讲纠正草案的时机已经到啊。互侪人解读讲，是要行出大麻全面合法的头一步。支持大麻的团体拢真赞成这个决定，不过有媒体认为讲是因为期中选举要到啊，拜登咧想办法邮票。美国大麻政策要改变了什？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初六宣布，赦免所有因为简单持有大麻，互人判违反联邦法律的美国人。While white and black and brown people use marijuana at similar rates, black and brown people are arrested, prosecuted, and convicted at disproportionately higher rates. 拜登讲，不是白人因为持有大麻，互人定罪了后，除了入监狱，尾也要找头路，受教育、大房东的问题。一寡州大麻已经合法啦，因为持有大麻都爱坐驾的联邦法规需要重新思考。伊同时鼓励各州模仿放宽大麻的法律，认为相关管制必须爱检讨。Federal government currently classifies marijuana as a Schedule I substance, the same as heroin and LSD, and more serious than fentanyl. Makes no sense. 不过，拜登嘛强调，贩卖、营销也甲卖大麻予未成年人，嘛是爱严格限制。支持大麻的团体对这个做法也拢真赞同。I've been expecting it since the first day he came into office. It was one of those campaign promises that we had been told. And it's also a pretty simple fix. Pardoning and removing permanent federal records for simple marijuana possession. 部分民众嘛感觉，敢若单纯持有大麻就爱坐驾，无符合比例原则。If alcohol's legalized, cigarettes legalized, you know, like they do more damage internally. So I feel people who are in jail for that kind of stuff should be free. 官员预估有差不多6500人会得到赦免，特赦令一个出来，大麻相关估计也拢起价。不过原文解读，拜登这个时阵提出特赦，是希望兼顾左派支持者，互因后个月的期中选举会当挺民主党。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韩国的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伫咧台湾已经流行几落十档。2012年，一条《江南 Style》这条歌成功甲韩流文化销到全世界，互人形容讲是韩流咖喱啊风扫向全球。最近伫咧英国伦敦的博物馆推出韩流的展览，展出韩国明星表演的服装、戏剧使用的道具等等，甚至搁搭电影架成上楼的场景，咱做回来看卖。全世界请甲调袂调的歌《江南 Style》，会当讲是韩国流行歌曲拍开全球市场的开始。所以这摆伫英国伦敦 Victoria and Albert 博物馆举办的韩流展览，行入去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这首歌的 MV 画面，佮特别展出歌手赛伫唱这条歌的时所穿的非常有代表性的粉红色的西装。另外嘛会当看到参唱 Super Junior、BigBang 甲其他韩国真出名的 idol 团体表演的时所穿的服装。有伫对韩国爱豆团体的人拢知影，伫举办演唱会时，一定要举一种应援的手灯。即摆的展览就收集各种的应援手灯，佮有即马上红的 BTS 红蛋少年团的歌迷所做的应援看板，展示韩国流行音乐文化的特色。现场嘛有设一个互动区，参观的民众会当甲你介意的爱豆透过电视互动的荧幕斗阵跳舞，非常趣味。除了流行音乐以外，韩国的电视剧甲电影嘛伫全世界拢非常受到欢迎。即摆的展览当中，毋但有韩国古装戏内面看到的传统汉服，嘛有现代的戏服。参像即几领，大家一看到足面熟的，就是遮拄摕到美国艾美奖大奖的电视剧《游戏》内面的服装。
当然，敢若有戏服是无够看。这摆展览上特别的部分，就是甲电影《寄生上流》内面，互观众印象上深的迄间便所，伫展览场重新做一个完全一模一样的，互参观的人那亲像直接进入去电影内面同款。It's something that will be never done in the future, and that has never been done before, because we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production designer Lee Ha-jun on this occasion, and he has never allowed for his set build to be recreated. 这摆韩流展览总共展出200项各种甲韩国流行文化相关的展览品，民众只要开20块澳元，差不多台票620块，买一张门票，就会当了解韩国的流行文化是安怎演变到今麦，变作全世界上主流的流行。记者甘美兰编译。新加坡的海南鸡饭、咖喱饭，亲像咱台湾的肉臊饭同款，是上界在地美食。而且海南鸡饭甲咖喱饭，甚至已经互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列作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最近美国纽约就有一个新加坡的市仔，卖真侪代表新加坡的食食，生理是好甲强强滚。亚洲的曼哈顿中城哈本哈克城市小贩中心，好亲像到新加坡同款。海南鸡饭、咖喱饭，甚至一杯故乡味的咖啡，安徽真侪人的享受。自幸运以来，俗家便当也正做附近的上班族食中昼顿的第一选择。So I tried 3 different food stalls right now, and they're all fantastic. And I tried Hainan Jones, their chicken over rice. Oh, that chicken is so amazing. Everyone should give it a try. So much flavor, so tender. Yeah. Sticky rice with some form of barbecue sort of pork, like a char siu pork, with came with a side of soup. I honestly did like roulette. I went with the shortest line, and I was happy with it. 业者为汤到菜肉饭面，拢是现煮现做，食材也选甲正顶真，拢是新加坡的原味。其中有名的三宝王海鲜白米粉是第一摆行出新加坡来遮开店，由细汉头家带三个子婿到纽约。The broth that we use to simmer for over 8 hours every day. Yeah, so it's really cooked with a lot of passion, a lot of wok hei we call. Yeah, with the fire. 新加坡美食融合中国马来印度等南洋风味，东西方拢能接受，互因真有信心。但营运稳定，七月人打算到西华洛杉矶也来开店，互更较侪人食到家己阿嬷煮的好口味。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